每周1、2、3、4、5看白天主持頻道。大家好，歡迎白天主持頻道。我抽獎已經結束咗啦，大家你哋覺得會係邊一個呢？大家我抽獎嘅幸運兒請喺3日之內留言話你 ID 俾我聽，如果唔係嘅話就俾咗另一個啦，即係話我要再抽另一個啦。好，大家所以其實你哋都仲有機會嘅。如果佢唔揾我嘅話，如果係揾我，但係如果係揾我就冇機會咯，係咯。好啦，跟住就係 Merry Christmas， 所以我哋今日要拍嘅就我會連出5條影片，今次一條係第一條，大家一個係一個通知嚟，今次呢條係第一條，仲有強調翻先，真係嗰個人真係抽到控制嗰10個觀眾，真係聯絡3日之後一定要聯絡我，如果唔係嘅話就俾另一個啦，你就已經冇機會啦，所以3日之內你就要聯絡我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得，咁就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下條影片將會喺3個鐘之後公佈。